画面当中，各种 Hello Kitty 甲 Daniel 果水的商品，拢是即摆08会甲三丽鸥合作所推出的限定商品，都是分做零号乐游甲零号花样两大主题，特别结合08会建筑风格甲历史气氛，相当吸引民众的眼光，呈现出完全无同的风格。这一次我们非常特别，我们就是跟三丽鸥的两大经典的这个角色。Hello Kitty 跟 Daniel 一起合作。那我们过去呢，大家看到的 Hello Kitty 跟 Daniel， 其实它都是比较童趣可爱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大家要是有看到我们部分的产品，你们会发现，其实我们的 Hello Kitty 跟 Daniel 走进了林百货之后呢，它就有了优雅跟文青的风格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用了我们林百货建筑的元素，包含它的窗格。那我们用了我们林百货很多独特的商品，包含我们的林碰饼，包含我们的电梯，包含我们的凤凰花，我们都把它融入了我们的设计里面。我们跟 Hello Kitty 跟 Daniel 一起结合了。那我们希望呢，我们的 Hello Kitty 呢跟 Daniel 来我们的这个偶战老啊呢，它可以呢萌翻我们所有的来台湾、来台南的旅客。即摆合作所推出的商品，全部拢是台湾做，甚至大部分拢是台南的厂商生产。08会嘛期待透过这个机会，让消费者感受到来自台湾文创产品的力量。我们的 Hello Kitty 跟 Daniel 的系列全部发包 MIT。那当然，为什么？当然是首先一定是发包台南的厂商。假设说，我们的台南厂商没有办法生产，我们才会发包到其他县市。我们这次全部发包台湾的客户，连三丽鸥公司都觉得很惊讶。为什么我们发包台湾的客户？当然我们可能成本会高一点，不过我觉得我们团队都愿意吸收这些事情，因为我们希望让各界的旅客来到台南，他可以知道说，其实台湾的文创是这么棒，这么的好。13号上午举办发表会，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出席支持，对来肯定这个合作会当带动台南的观光加商业发展，并且答应如果这摆3倍券订立的消费金额超过去年，就会加码各加抽一间厝。今年如果超过20.8亿登录抽奖的，我们就再送抽奖1户房子。那个房子正在积极的搜寻中，一定会有，不会跳票。我们现在已经有1户了哦。头奖是房子，2奖是车子，3奖是银子。至于孩子跟妻子，你或是外子，你们自己去努力啦，但是我们的房子确定，如果超过20.8亿要加码，这就是一个幸福城市，这就是一个观光城市。这摆合作08会特别将商品展示延伸到高楼站，呈现 Kitty 甲 Daniel 伫08会佚佗画面。同时08会嘛邀请介意 Hello Kitty 的粉丝做回来打卡分享，将这果水的限定商品拢炸登去。今日新闻古不以采访报道。